大波，大波，大波，大波！喂，我最近發現咗呢將川貝、桔梗、蜂蜜煉製成一種枇杷膏，功能主治煙酒過多、睡眠不足、喉嚨痛、聲音啞，一樽搞掂晒。你發達啦！我最近咧發現咗一棵植物啊，食咗之後會大笑大鬧，生不如死嘅，而當地土人叫做大麻。你仲發達？呢啲一聽就真係害人之物，勸你都係自己自算啦。同埋睇你個樣都唔好懟咁多添啦。啱嘅，啱嘅。有冇喺身啊？整啲啊！遲啲先，遲啲先。咦？呢位醫師咁生面口，戴住頂帽而兵分兩路咁奇特，唔知係邊位醫師咧？在下係喺京城醫婦科嘅。啱啱你專睇女人嘅？係啊。哇！最發達你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各位收睇我哋呢一個天外飛仙嘅解剖過程。呢個飛仙係極其珍貴嘅，今晚係首次獨家大披露。點解仲未為咗令大家能夠體質下，我哋將會一連5晚不斷重複。